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米其林阁有新入选的美食店家。这届台中、台南甲高雄总共有6间来入选，其中包括高雄的肉燥饭，甲台南的鼎烧意面、锅烧意面。 伫咧了烧好好的白饭，浇香滚滚的肉燥，佮放一粒半青色的煎卵，加一喙金色的两只高高流出来，含白饭搅做伙，人可以上爱食这味。这次是旅行，然后发现有一间卤肉饭，就试一下，味道很好。 高雄这间前金肉燥饭传到第3代，后米其林评审三着，头家家己嘛真意外。阮想讲，阮这种小食店嘛无可能有米其林这种看到啊。安后美食之都外汇台南，伫咧名单内底东联马府，一碗海产意面，铺真侪蛤蟆、肉片、青菜、虾仔，用料真澎湃，互意面食起来更加清甜。这是台南排吊顶的海产意面。现在这种店很少了，锅烧意面之后都是那种火锅料，它这个是真材实料。因为我是很单纯的，就是做好一个料理这样。另外，伫咧七股的饲蚵仔鱼家。 现破的蚵仔过粉了后，在油顶煎个酥酥酥，食起来内底真软。人气商品还有海产糜，全部拢像海产的滋味。那是我们家自家养殖的，保证新鲜。米其林指南公布3月份新入选的6间餐厅，有台中、台南和高雄，有新规模饭店内底火锅餐厅，收尾了后，搁一摆入选。海产意面排队名店含传承3代肉燥饭等等，整理温状版的美食，后面将后摆卖当来试食看卖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